这位呢讲起来是可能各位嘛无听电台啦，无啥了解伊。你们的中波电台垃圾又拍开，哇，惊死人！是啊，伊这电台主持了下叫，不是跟他那样呢，唱作俱佳，你可以作词作曲，才华洋溢。哦，一些大牌的歌手唱，等一下再来访问他。是。好，首先带来这首歌曲《爱情坠落去》，来，火山回音，廖大生，来，靠旁姐，好，谢谢。借，拿着，拿高一点。这个是啊。借。廖大生。这个是啊。这么无啦。你是我的哦，只要有我的掌控，头前的路我艰苦，未必来走路。将时代过落，过去是自尊，家己美。